难啦！第三季开始以后哦，真正是辛苦你啊！我今仔日有传凉凉的、甜甜的，互你啉。我愈来愈捌代志呢，愈来愈有效哦。哎呀，会使嫁人啊啦，会使嫁哦。你佫会知影要来乌西队长呢？爱啉正经吼。我要啉正经啊啦。因为啊，你是我最崇拜的对象，你是全台湾我上爱的外景的主持人，全台湾食透透。是。你应该会当约出来倒一个真奶是上高贵的贵族咧啉的。贵族咧啉的，真奶。嘿，倒一个你啉看卖。啊，一个是老百姓咧啉的就对啊。你感觉伊的啉的香味茶的深度？这是啥货？这毋是珍珠牛奶茶吧？啊，无是啥？你讲有一杯贵族咧啉的哦？对啊，有一杯是贵的，有一杯是无贵的，安尼哦，较俗的。我感觉应该是这杯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杯感觉美鬼美怪。好，珍珠牛奶茶都毋是这个气味啊。到底你是贵族嘴，还是百姓嘴？你是贵族你看有无？我就讲这杯美鬼美怪，是毋是安尼？哥哥啊，这杯爱偌济，你敢知？这杯哦，你有看没？你若讲贵族这杯上无嘛爱120。120，120尔，这杯爱385块呢。漏开，瓦斯漏气。385块，你啉袂出来，伊是珍珠牛奶茶呢？原来贵族就是安尼呢。我真正是平民。对嘛吼。对。这杯偌济？这杯啊，这杯是我的世界。这杯65块。你较贵。我较爱啉这杯。这是贵族的世界，咱无了解。安尼哦，无啥了解。系啊，今仔日要去的所在呢，就是珍珠奶茶、珍珠奶茶的发源地。哦，台中哦。台中。哦，安尼好啦，我找2个朋友做伙来啦。来哦。哎啦，武准啊，湘婷啊，来去哦。我感觉吼，来甲因试看卖啊，互因试看卖啊。阮伫后壁就想要试啊，就是要试。咱无先呢倒过来。无你讲安尼啉咧就好啊，因为珍珠你食起来差不多。必须去管。啊，你目睭开，嘿。哦，好。你莫甲我肚皮康哦。你哪知我要做啥物？我有做鼻涕嘛。你哦，第一嘴。我家己讲。直接好，啊无你家客。你家己摕啦。这第一杯。啊，无珍珠啊，这俗的啦。是吗？是吗？但是第二杯，迄味足奇怪哦。第二杯。安娜。你笑啥？有啥物好笑的？我已经屁掉啊呢。哦。我知影你讲。你知影？你目睭先莫推开，换你。我。啊，咱交换者，你眼睛闭闭。交换一下。我是专业，我有开店的哦。哦，你有开店对呢。这第一杯，你是要啉偌济啦？最大，咱就久诶。第二杯来哦。咱今仔日来是目睭爱闭互开，还是拢开好啊？哦好，安尼知影？好，目睭会使拍开啊。倒一杯较贵，第一杯还是第二杯？第二杯我嘛啊是。感觉第二杯呢。哎呦，为啥？第二杯。第二杯有迄个清健口香糖的味。无，我甲你讲。京都念慈庵的味。对啦。恭喜你们答对！这较一般啦，就是阮平常咧卖。这有迄黄色。但是你要选，你会选倒一杯啉？
我一波半，他小啊，足奇怪。咱都是平民啦。啊，拢平民，加对加对加对。加对。我就想无啥来卖到385块。 385块，而且你敢知影珍珠奶茶有分北部、中部、南部的音译台语无共？哎呦，系啊，安怎讲？北部是 bubble milk tea 啊，嘿，bubble 的 ，bubble milk tea，bubble milk tea，bubble 的啊，哎，对对。啊，中部的，就中部 milk tea 啊，中部 milk tea 啊，还有南部 milk tea 啊。 哎呦，不要紧，安尼比较好解啦，安尼好解比较好解啦。我想要讲，今天无想要讲。但是你开bubble tea的店，嘿，发现的所在是倒位？发现一开始第一间店是咧桃园，但是桃园开无偌久我唔就是倒啊。问你啦，我是问这个产品哦，啦。这个产品啊，台中。台中嘛。而且我唔知为什么，阮店上济的所在就是台中。 是台中哦。有6间啊7间店。迄竞争遮尔啊激烈着，搁开遮侪间。系啊，运气好。但是大家有去啊咱讲台中吼，之所以足侪好食的、好啉的，啊，你讲咱伊的火锅店拢是足大、足大一个啊，烘肉店嘛是嘛，啊，饮料店、苏式店，啥物拢足大。满街拢是，嘿，但是伊嘛是有足侪故事，毋那是好食的、好啉的尔，搁有足侪好故事，会当讲互大家听。想要听，想要听。嘿啊！啊，今仔日我的导览先生呢，伊是在地的台中人，啊，伊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呢，拢伫咧全世界飞来飞去，超过100个国家哦。哦。嘿，但是伊后来呢，就感觉是我的故乡。实在是上水的所在，伊就转来啊，专心咧做导览。一个礼拜有5天的时间，会带游客去旧城区散步，讲故事给大家听。啊，今仔日就要来邀请我的导览先生，就是时空旅人小叶姐。欢迎小姐。大家好，小叶姐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你小客咩？啊，小叶姐，咱要开始导览进前，有口号要喊者。对，一定爱。嗨，你准备好啊 OK。哦。伊的人生真丰富，做国际性的导览服务，在地的台中人做伙体验老台中的气味。谢谢。欢迎欢迎。你去过100外个国家哦？是。哇，啊你咧？我安尼吼走10几年，嘛才差不多70、80个尔。我嘛做够的啊。 100外个。因为我做20年的领队嘛。哦。啊，若是讲，互你选一个，敢若一个会使搁登去一个城市，你会选倒一个？安尼应该是菲律宾的宿务。哦，足近呢，真近啊！伊是海海人啊。啊对，我爸爸是海口人。哦，甲伊生海就对。对，因为遐的海胆啊，足济啊，足俗的。好爱食。又再来，我应该是无记咱台中啊。台中不是菲律宾啊。我再来。啊，你全世界安尼走透透，尾啊，哪会选择台中？因为嘛中年啊嘛，所以故乡啊有一寡故乡味、人情味。 所以也是倒来家己的故乡上舒适嘛。哦，飞来飞去，尾啊想要倒来家己的故乡。啊，你是安怎做这啊？系啊。因为喜欢分享，啊，而且故乡有真侪人唔捌，所以咱会透过五感的体验，带因用双脚来熟悉这个老城，我感觉是真有意义的代志。是无感哦，不是无感。无感。无感就是耳孔听故事，啊目睭看会到，啊摸会到，啊闻会到，食会到。哦。但是安尼导览，安尼是一摆差不多爱偌济钱啊？对对对。拢是小费的，所以你若感觉好，你就加互阮一寡小费。你看伊的衫顶管下的。 一生悬命导览魂，哇，真的呢！导览职人，哇，就谁告诉我？啊，今仔日故事若听了袂歹吼，啊，小费才加减。我去摕我的钱包。你是要绕跑还是要等？你现在摕钱包哦。你等我叫你经纪人摕到啊。哦是哦。好，然后无咱做来听故事好不好？我为台中做足侪好食的互恁哦。哎呦，哇，你是小叶姐啊。好。
大家好，我是 TC Time Work 的导览先生小叶老师。今仔日请大家对我来中区的旧城，我来导览给恁听。这张大家应该拢真熟悉，这就是即摆的台中火车头。哦，其实台中的规个发展都是为火车站开始的。哦，这是第二代由日本的第一代建筑师叫陈野金武，伊设计已经100万年的历史啊。好，后一张，台中是一个新旧融合在一起的所在，所以这是第3代，即摆上新的开放式的高架铁路站。哦，这是第3代。好，来到台中，大家拢知影讲，我要买太阳饼来食，所以若伫个自由路迄带啊，都有10几间的迄个太阳饼老铺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嘛要介绍阮的最佳伴手礼，互大家品尝看看哦。老师，是哪食哪听故事好无？这个建议真好。这敢袂是你感觉上较好食？对，真正是会使给这是老师伊讲伊感觉台中上较好食，是上传统的古早味。因为这个太阳饼呢，伊的创始人就是魏青海先生，就是阿明师。这传统的这个太阳饼吼，香料酥酥、香香啊，内面上传统的是猪油，咱来食看卖。好。唔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讲哦，我感觉吼，伊虽然是一个传统的糕饼，但是伊拢一直咧进化。我较早人这种的食落就会打，有无？但是即摆无啥共款啦，吼，是毋是安尼？较像刚刚开较低，今嘛嘛袂较低啊。你嘛调整过啊，地动调整过。而且这配茶上拄好。我拄则食一喙，目睭开开就看到台中的影。真的啊，我就安尼食一喙啊，眼睛闭起来就看到台中的街道。你真正是时空旅人呢。对啊，你看，即马吼，恁会使家己预约去家己手做 DIY， 家己做的太阳饼，家己烘的，就会使互你炸转去啊。所以阮台中有这个服务哦，吼。搁后一张，来配茶、配杏仁茶、配豆奶，拢做舒适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恁即摆食太阳饼，可能感觉脆哒，对无？等一下爱请恁啉凉的。OK， 好来，这第2站的迄落刷落来的景点吼，这个就是公园眼科。公园眼科毋是要挂号看目睭哦，咱是要来食冰。应该恁拢有去食过。最近有够出名的呢。是啊，这是完美拍照名店。对，来，这是外观哦。这是外观。这就是我吼，我的背影。哇！好，下一张。来，这是我最近去食的冰淇淋。我家己偏爱什么口味咧？就是芝麻。台湾的水果啦，比如巨峰葡萄啦、酸亚啦、雷梦啊，拢真好食。较乌乌的这就是茶，譬如讲东方美人铁观音拢真好食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咧，这个公园眼科呢，伊有一个设计的巧思，大家要入去进前呢，有看到涂骹地板有10只狗遐。那有敢5只呢？这是我为这个角度翕的，这安尼5只，迄边翕过来5只，拢总有10只。要甲恁考一下，是安怎涂骹要有狗遐伫遐？食甜甜啊！对啊，狗遐拢食上天然的糖哦，这是第一个因素。第二个呢，因为伊是日本式的建筑，所以呢，日语感谢恁来，都写要安怎讲？阿里嘎多对无？狗遐伫日语就叫做阿里，嘎就是一个连接词。多都是10啦，所以为10只狗遐都是多谢恁的光临。设计巧思，是不是？家己发明的还是真正？不是，真的是安尼，真的是安尼。我有甲设计师还讲。阿是啥物？迄狗呀，阿加，就加连接词，加做伙，豆是10。是，你若算硬币啊，24、6、80、10就是豆。阿里嘎多。迄是去迄个厝的时阵，因就安尼设计嘛。是。迄狗遐是较早就有画，还是今无啊，就是建筑师啊吼，得要100年啊，因的设计的理念因为伊原来主人就是眼科的博士嘛，日本博士。好来，佮看后一张，伊的巧思毋是干安尼尔，伊的门把吼，为外口看过是100，内面看出来是120。请问100甲120有啥物意思？又看卖。我知。去个。你若迄个冰吼，你若外带是100，内底食120。哎呦，你哪会叫？水袂歹。我嘛在咧想啊。对嘛，伊介绍车咧顶管，你怎么？你无创意啊？是不是？香婷有什么想法吗？
迄可能吼是，小费啦。荷兰的小费，你再看你10块也袂客安尼。爱提钱，爱提钱小费。好，安尼我宣布答案吼，100是民国100年的时阵，这间店开幕。哦，第二咧，100是因为有做一寡甜的物件，譬如讲喜饼啦，还是起司蛋糕，往来说拢是这间店真有名的。所以咧，互你食因的饼会当收食100二。哦，这个寓意。好，搁入去哦，爱看因的天花板，大家约会出来无？门顶有一个国字哦，有字的哦，看天花板。这会使给较近吗？会使放大吗？这是有一个字啊，就是安尼。您感觉像哪一个国字？喜，哎，好棒哦！双喜临门的喜字，确实没有错。一个一个安尼有无？喜下面还有这个一个一个。真正是。哎，落来哦，规个天花板。就是安尼蓝的，对，规个，安尼是不是一个喜字？哦，安尼先乱用伫天花板，喜从天降。底下不是大四喜呢？对，非常多，非常多。喜哦，すごい。大四喜。所以大家喜欢来公园眼科拍照，爱知影这个设计巧思。我唔知，我都是冰买了，安尼就食了就走啊。我都无看到。看你的环境啊，对啊，就这巧思伫宾馆。我第一摆去的时阵，开门和被门把烫到。烫到？修太热门了，人就多，真正太热门，人就多，真正是安尼啊。袂歹，好，咱坐落来，过来看。来，我给你小费。时间的问题。哦，台中有小京都的称呼哦，咱来看一下，因为我知影浩子有去京都一段时间对吧？对。你看，这就是京都的鸭川。这是阮台中的绿川。你感觉伫日本时代，咱两张安尼比照起来是毋是足像的？其实日本时代啊，台中日本人是要甲咱建设是小京都的一个这个形象概念。鸭川这应该是哲学之道吧？还是六？不是哲学之道，因为这是鸭川，但是咱相片甲翕较迄个缩小版。我是讲哪有这细？对，台中嘛是迷你版的鸭川。OK， 好，咱来看后一张。早期的这个绿川边啊，有真侪安尼的吊脚楼，大家知影吗？可能你毋捌看过，因为恁伤少年啊。对老蒋迄个时代啊，有200万的居民来到咱台湾，对无？也未赴起做者眷村，互因住的时阵，因就先伫遮度时间。这个吊脚楼吼，伫个14年前，台中市的绿川、柳川拢甲因拆除完毕啊，所以咱即摆看袂到啊，这是老照片。搁后一张。你看即摆的历史，绿川是生做安尼，阮会去导览嘛，对无？这个绿川即摆做前期的，是经过4任的市长整治成功的。历史是安尼，后一张。佮穿同款的衫裤咧。对啊，一定爱穿制服啊。暗时这是我翕的相片，伊会打灯光，很华丽，对不对？所以台中市民其实足幸福的。咱有一条母亲河，会使安尼去散步。对。哇。后来。恁看一下，这有鸟啊，有鱼啊，所以绿川整治的非常的成功嘛。这是绿川来的。是绿川我翕的。就是耶。对啊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台中哦。赞。过来要来食不吃桥。对，我要介绍一位阮台中人真喜欢，但是外地人无一定食了会惯势。平民呢一顿。早午餐也是下晡的时阵做点心通食，你们先要看卖是啥物无？大家拢去过台中嘛？对啊，你要看卖？应该是敢若台中有呢。对，台中限定。台中有。你无一定会介意哦，但是阮真介意。应该是用啉的吧？我先甲伊的这8兄弟请出来，因拢是港味的，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啥物？港味，港味有一个港味。这个菜我就知啦。你皮看的，这不是减重吗？对。机长。机长啊。机长。伊的这8兄弟。机长。这是减肥爱食的减重哦。你提起。机长的兄弟。机长的兄弟。为鸡这里。鸡哦，鸡哦，肉鸡哦，是一款鸡，是一款鸡。鸡牛呢？什么鸡？大，什么鸡？大成鸡。不是。有当时你会食饭，有当时你会食什么？大米鸡。终于又对啊！
无听过吃看卖，啦，要请恁食看卖哦。台中人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吼，伊是故乡的味。唔捌食过，唔捌食过，炮子哥有食过，有啦，捌食过。这个大面筋唔是看筋的筋哦，伊是因为有加筋粉，吃落有筋味，吼，所以大家食看卖。哦，有闻到。筋粉是啥物物件？筋粉就是你即摆食到迄个气味。啊，是安怎加筋粉啊？因为会使互面条咧膨胀。因为以在物资条件无遐好嘛，所以本来煮一碗面会使变做3碗5碗，大家就真容易吃饱。吼，我捌去另外一个城市食这个气味，甲伊足共的。足共的。香港。香港嘛有吗？啊，我伫中环遐食虾子捞面，虾子捞面。伊的气味甲这鸡面足像，拢有一个鸡味。但是伊捞面是油的，咱的是粗的，对，咱的是粗的吼。所以真侪人唔知影讲这大面筋啊吼，伊的面到底是啥物面？我唔捌食过。你食一喙就好啊，因为我有一个，唔是我有一个神秘的武器，会使互你感觉伊愈好食的物件。啥物物件？你表情怪怪是安那？你讲无关系。对啊，跟你有一个后尾足尖的，对，伊头到尾足尖的，足尖的。但是我有一个神器，台中食饭一定要配啥？哦，来，互你啊，互你老师，你来服务啦。七味吼，这是台中的灵魂嘞。哦，家家户户都有，真是哦。酒嘛有，拢一定有关系。啊，你讲家肚里面迄个水煎包。对，我食炒面、炒米粉、肉包，吼。菜头粿拢一定爱这味的啦，东泉辣椒酱。哦，这就有名的咧。其实伊个留伫嘴内底后味足香的，有红葱头，红葱头的香味，足。啊，搁有肉臊，啊，搁有虾米，啊，有的搁较迄个搞康的会掺香菇。你无介意啊？你无介意？我只袂关系。袂关系。你有的袂关系的物件哦。对啊。袂要紧，阮中区搁有一项物件，互你啉看卖，好不好？来，阮台中有一条救命鸡，我即摆要先互恁啉。啊，毋过吼，毋是哦，干那安尼啉尔，等下要互恁药看卖内面有啥物药草。但是为什么叫救命街啊？是，这条迄个青草街吼，已经80年的历史啊。早期的人若破病，伊可能无钱通看先生，所以有一寡无爽快，伊就去青草街拆药草。对，点药啊？这是咪新光路迄间？水哇！哦，真厉害！顶管有写嘛？你表情那样这个，你敢话你也无写吗？哎，这是不是新光路迄间？果然是金钟奖主持人，果然是全台湾食透透的啊！好，啊，恁啉啊吼，我要甲恁考试啊！考试啊！来，请搭配吼，互恁看卖。即摆我有传4味的药草，恁会使试，看甲你头拄仔啉的是倒2项，爱摇着哦。内面有4项对无？有薄荷、你即摆有啉啊哦？桑叶、鱼腥草，这会使食吗？会使食，药草本来就是做天然的嘛。拢会使食看卖，会使补看卖，你就知影你的青草地。神农氏尝百草，你补看卖。无鱼腥草，鱼腥草哦，鱼腥草真正就腥的，就腥。啊，无就袂有这个。哦，这穿新的，穿新的，哎呦喂！是 Coco 吗？唔使，你食惯，你食一直穿新的。穿啊。你食别项，你食别项改者。嘿，这口感好，无甘苦呢。真的这个人做好食，唔知安这个人做会食安这个人做好食，唔知安那。穿新的，穿新的就是好食，哦，口袋原料啦。比黄连搁较苦200倍。啊，那你食别项，食这个，比我人参搁较苦。4项拢爱食，就又会着2味啊。这是鱼腥草。鱼腥。口感一个足苦啊，一个足透彻。鱼腥草，臭车。你来乱的呢？
搁边仔搁商业嘞，商业，你看，啊，你今麦吃的是商业午餐呢。好冷。好冷。你穿心莲应该是有哦，薄荷加穿心莲。薄荷加穿心莲，耗子哥，鱼形炒好啊啦，哎，炒车炒，啊，这个商业，商业，含薄荷，含薄荷，OK， 拢有人咧摇哦。你感觉咧？我感觉吼，我感觉穿心莲一定无。对，因为伊足苦的嘛。因为伊苦的程度真正是会扣呢。伊是一来哦，点点咱来的原料。看青草的原料到底四项有多2项呢？来宣布答案。哦，哎呦，你对呢？哎，我又对甲了，商业2项对，你又对。我都无用到的。其实这4味药草啊，因为有共同的功用，拢是这个润喉止嗽。吼，然后咧清肺解毒的功能，所以这是做天然的饮品啊。大家吼听阮的导览，拢会请因啉当地的青草茶。今麦规个人拢好起来啊，真好诶。拢请。你看老外啊，我伫老外，老外嘛介意，因即马吼爱啉青草茶比啉珍珠奶茶更较介意。真诶。足苦，但是对身体就好，真好啦食凉食凉。天然。良药苦口。但是吼，伊家己拢无食，你有看到无？我拢有食。有啦，伊倒咱逐工拢爱食啦。对啊。嘿啦。但最近吼，我有去找我台中的朋友，伊嘛是带我去即个古城区安尼行行，我感觉愈行愈调着呢。会感觉哦，遐所在是有故事的，是有历史什么所的。在你印象上深？第2市场，好食。第2市场，厉害萝卜饭。较早是萝卜饭，即届我爱着一个阿嬷。你还就一个阿妈，你敢有甲恁某讲？阮某嘛爱着。你莫嘛爱嘿着。阿嬷大米吗？阿嬷卖迄个香丝面，啊，阿嬷相思面。无食你真正会一直想呢。是啥物款的面？啥物款的味哦？伊是迄个白色的面，细面。算有点意面。意面，嘿啊，顶悬可能有淡薄迄个红葱头，对无？啊，但是你若是点迄个麻酱的时阵，伊内就安尼鸟，无麻酱。哈，无麻酱。你点麻酱面顶悬无麻酱哦，哈？伊麻酱刻咧伊的桌顶。安尼，你家己安尼看要食偌济，你个家己人。哇，真的当本呢。哎，当本无少当本，啊，伊笋仔汤哦，安尼哦，大碗公啊，内底笋啊，安尼足济，啊，你迄汤啉了拢袂脆焦，40块尔。啊，你今仔日有早来哦？今仔日啊，今仔日，欢迎。你出去啦！今仔日咱袂记你。歹势。对啊，你一个台中的好滋味，难忘意难忘，是不是？嘿，但是等下咯，咱嘛有一味吼，希望互大家嘛会使意难忘。另外一味，辉哥介意无？我介意哦，水哦。辉哥介意无？啊，小叶姐要介绍你一个好朋友来斗阵画下你是要讲迄间吧？啊，伊是真的做有名的哦。伫台中，你若想要食到乡土的故乡古早味的，我一定要介绍这间的啦。啊，咱请咱的头家出来好不好？想要食物件，咱来欢迎小叶姐导览好朋友辉哥神社陈文婷。哇！过节帅，过节新衣啊！欢迎到台中中区古城来。一定哦。等下，你敢不是迄个爱排队排2、3点钟的迄个头家？是啦，谢谢。你捌去食过？你食过吗？伊到底是安怎爱来啊？不是啊，你以后去食，我甲你讲，迄排队真正排足久的。但是伊是咧卖火锅的嘛，还是教练？我嘛唔知。看起像教练，穿足成的啊。是咱卖火锅，我会穿这个空手道的衫，就是头拄啊小燕姐啊吼，甲咱介绍讲这个咱这个青草街，其实青草街对阮台中人讲是二等厝，就是咱台湾人住的所在。啊，阮迄个所在是这个这个叫做头顶厝哦，头顶厝呢，就是讲日本的像这个阿多比基，这后因日本料理、银座餐厅、日本的商社，所以一寡台湾人拢爱去啊吼。原街烧拍，所以叫罗麻巷。啊，当初阮爸爸妈妈讲开这个店，吼，啊，人也来遮原街咩创，就是鼓励我去学功夫。
啊想袂到吼成绩真好，啊来遮食火锅的吼，拢乖乖啊排队，吼唔敢插队哦。啊原因就是安尼，啊所以大家拢叫我火锅先生。哦，伊谈迄个。伊讲罗马巷内底开一间店，啊，今仔人淡仔咧烧牌，就去练空手道。是，啊，练到即摆乌大。哦，是，嘿，即马乌大即个几啊段嘛得到真好的成绩。啊，我今仔日来是甲即个小姐赞声，我准备足好食火锅，但是你要食火锅呢？无遐简单，爱过3关。哦，你要通过3关呢，咁咪爱拍赢你才有通食。做伙拍。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阮母尊是无咧甲你信道。嘿，什么？好，对无？回好看。伊教你体育系的。我体育系的。是咪安尼？你若拍袂赢，你走唔走赢？对嘛？哎，要你好看，你卖啊你，你拍赢才有通食。拍赢才有通食。我克你啊！哇，开始。你叫我气场足强的呢。放心来甲食吼，免即个动脚动手，哦，咱用头壳就好啊。我上即个出即个第一关，用头壳，用应该是用地位，用地位，过3关哦，第一关我甲恁请教，火锅内底物件，四四方方一块田，一块卖南山，什么物件？豆腐。安尼就我，好通食。这吼，这题吼，啊，又无对的足少。哦，啊，大家拢会晓。一块田啊，四四方方啊。火锅的基本的豆腐。第2题哦，风声、雨声、落雨声，声声入耳。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事事，唔是关心哦，事事。水，你快点哦！你今摆是讲46意思。数16。咋啦？是要唱哪？再来什么？连接词，押韵。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。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但是我要的答案是4、4、16。好，我刚刚有答对，我买到钱了哦。对，这个你赶高走，赶快的。速找到，盖，速找到。好，顺利哦。顺利哦。啊，够有利哦。啊，第3关就是爱提出恁的真本事，吼。咱台湾人咧讲的吼，这个房仔摇悬，子孙中状元。房仔剁个破，火锅互恁食袂煞。哦。安尼，咱请第一位来宾来试看卖啊。想要用头壳吗？我拄只豆腐，我第一个讲到，伊无讲到。这个房仔要倒破吼，无3档嘛要5档。啊，但是我甲你讲一个撇步，哦，手举悬，大声发出，我要食火锅，绝对倒会破。咱来试看卖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无讲是食袂破，倒袂破，倒袂破。是用倒的吗？用倒的。来，准备来，生！出来先画，我要吃火锅。来，我要吃火锅。你去哪个？吹得细的。老师，你惊到啊？啪。你是要手跳啊？你面都红了呢。你明明讲了手在面红，你惊啦？老师，你惊到？为什么你惊到？我想哪有可能安尼代志？你想讲是袂破哦？你是安那？安尼好，咱搁换第2个来挑战看卖。我看我卖食好啊，伊靠我算了。是不是足跳诶？再去食火锅好啦，去食火锅啦。哎，这条。哇塞，你是专业的，全部。啊无咧，不是要食火锅。啊，你有时钟无？啊，爸爸。足够的，我跟你讲。你用看看，他应该是笑到哭吧？你看，牛打。你安尼翕无？哇，会痛吗？你真的会痛啊！你拢听无啦，真的会痛啊！天啊！
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无啦，袂听，这袂听，甲你骗的啦。伊女生啦，伊女生。你是看袂出来我是查某的你啦？伊女生较适合陪啦，啊，你会使食吧？哦，讲一个。来，重点迄个你先来。啊？你先。哦，你这23岁那才大地啦。真的。这豆皮就大诶。哦，这啥物豆皮？这米酒皮好无？啊，好困来使看。哦，小可冷诶，小可冷。无啦，你哪做到这大地啦？系啊。这个豆皮吼，其实即马toàn全省拢拢食会到，但是上早吼，是阮甲这个豆皮放伫火锅内底，吼啊煮来食，吼啊迄个气味吼，规个火锅会非常有特色。啊，阮的火锅店呢，就是这个豆皮，啊，过来是这个叫做咸菜咖。因为阮的想法就是讲，人客来，甲咱无请无食，但是阮用这个布仔干把这个咸菜甲红菜头较做伙，人客食了会怀念。吼啊，你若无来呢，你会吼。一世人足怀念啊！你若食了吼，啊一世人会无法度袂记你。哦，所以阮的特色就是这个咸菜甲甲这个豆皮。啊，但是我希望讲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食吼，恁先试看觅，摕恁这个碗，较这个汤来啉看觅。较汤哦，较汤，看这个火锅内底的汤。因伫遐用的迄个是啥碗哦？迄盘这个是啥？鼎，干面汤安尼。安尼哦，铁汤安尼哦。哦。这个汤头恁食看觅，你感觉起来就是阮的想法，就是咱这个老台中的台湾乡土古早味的汤头。这若是用片的，这就是用这个这个大骨汤哦落去控，啊一撮沙茶吼，搁这个扁鱼吼落去食吼，所以食起来有感觉就是讲哦，互你这个故乡的这个感觉。故乡的，足香诶！啥物味？迄是伊用片的是豆皮的味，豆皮啉了是有豆皮加蔬菜，啊，佮有上足重的海鲜的味。就鲜的，很新鲜，很鲜的味道。哇！啊，佮有敢那茶鱼嘛，就重的味。我是感觉最新，迄杜小月迄面。哦，迄个汤头，台湾乡土古早味。啊，过来汤头，咱甲放喺边啊，你甲这个碗捧起来，片看觅，这个沙底的这个香气吼，甲这个气味吼，这个感觉吼，片看觅。哦，绝对无共款。哦，啊，这个是沙底鹅肉，香。啊，沙底大家拢有，但是阮的沙底料就是用这个吼。12种的这个吼配料，落去夹一碗这个较特殊的这个口味。大项拢啊淋就对啦。哦，这个沙丁我才甲你用一撮伫恁的碗内。哇！啊，恁甲这个吼拉来，嘿，拉来。真好安尼，佮帮咱用这配料。安尼歹势呢？多谢。平常拢爱排队呢。老师我嘛爱。啊有伫遮。哦，伫遮好。沙底的底到底是啥哈？沙底大部分就是咱用这个土豆腐来做基底。吼，啊，搁一寡即个料，吼，落去用安尼吼，落去搅。啊，即摆试看觅，阮即个吼，大家上学落的即吼，哦，即个豆皮就是咱即个豆奶顶头咧薄膜起来了吼，等你打了吼，这边有啊，啊，咱吼，温沙底看，我是他拿酱给你，没关系。啊，这个是哦，这个是咸菜，哦，咸菜，嘿，安尼。蘸酱特别，啊，我搁配一粒，干杯！这就高刚诶。搁爱安尼爆吼。对啊，有一个。这敢是你爆诶？你敢有咧爆？嘛是有啦，就阮的意思就是讲，要用这个吼，甲人客、甲咱头家的感情会使吼，白做伙，吼，食会过来，会过介绍朋友来，吼，这个是这个咸菜吧意思，啊，这个豆皮吼，你的沙底吼，真正足香的。是啊，所以真侪贵宾来就是讲吼，火锅店真侪，但是这个吼豆皮吼，阮这个沙底吼，气味特别无共款。哦，这个沙底赞，嘿，不只是嘴巴，连鼻腔都是这个香味。哇！我去伊个店的时阵，上爱点的就是这，上无用点3。啊，今仔日来，我是来甲这个小叶姐赞声，希望吼，这个贵宾吼有机会来咱台中吼看这个好看的风景，啉这个青草茶，哦，买这个太阳饼，哦，其实阮遐吼嘛是火锅一条巷，足侪间火锅店，大家拢袂歹，汤头啦。
伊的菜色啦，甲伊沙地吼，拢各有的特色，吼啊，所以大哥，我甲你讲，你人工看你要报名一集来做导览先生无？我感觉你讲了嘛真厉害，对无？对无？今仔日咱迄个小叶姐伊是介绍咱这个旧区嘛，啊，你看有另外一句会使介绍无？谢谢你的邀请，啊，我的态度是安尼啦。台北坐车到台中，台中的物件满满是，买啥物？买太阳饼，买食啥物？买食火锅，大人囡仔笑眯眯。欢迎你！汤拢夜夜出来啊你！你讲袂？你拄则临时想的一条歌咧？无啦，啊，就是吼，影视吼，啊，伫店内就安尼，这个感觉啦。啊，人是哪讲这间店吼，啊，大家真爱来，啊，人客真欢喜。就是阮爸爸甲阮讲一句话，哦，天顶有云月袂明，水中无鱼做袂精。姑娘多情，心袂定，莫怪人心照无情。会使退啊，退卡。OK。咱哪系迄个穿心莲回家，我叫你讲我好老情无？就是咱做人爱专情，做代志爱专心，做什么代志绝对会成功。感谢大家。对，明天一定要搁请伊来。对啊，这加分的好朋友是毋是有暂时成功？太赞了，太赞了！太好食，真正就好食。我甲你讲，最后这还搁提，咱嘛是爱投票者，是毋是？你今仔日感觉咱小叶姐安那，啊，搁有咱陈大哥，哦，你也感觉伊今仔导览的内容，你感觉袂歹，你就安尼，安尼甲讲，我要来台中佚佗，安尼，啊若无你就我站掉啦。哎，啊无叫伊拍，好无？伊胖了，咱就讲我要来台中佚佗，安尼，好无？哎呦！啊你哎呦算呢，安尼踢上去哦。我哪去安那？无不当好。迄面袂使哦。你讲这个你我穿心拳呢？小燕姐，我你看行你啦，你莫行你啦，啊我行你对，你要甲我讲，你先莫笑，我行你对啦。差不多3triệu外所在就对了。3triệu啊！你爱变，我讲我要来台中佚佗，你知无 ？OK。我行到你。我哪行咧？我行咧，你唔好拍着我就。哦，你们走，你莫拍着我。哦，哇耶！你在头壳拢甲伊这么派。来。走！